Hello，大家好，我中意地產代理莊敦章。如果大家對呢兩本有興趣，就分影片下低撳下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直接查詢啦。今日就介紹嘅係天堂雅苑，一個中層3房1套嘅園景單位，實面積有650尺。我哋睇嘅單位啊，從單位大門入嚟之後，一個小小地嘅走廊位置，旁邊可以放啲薄身嘅鞋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而左手邊就係廚房嘅部分。廚房有擺放大型雪櫃、洗衣機等等嘅位置，亦設有一組曲尺型嘅大型櫥櫃，提供咗足夠嘅儲物空間同埋煮食平台。完工位之後就會見到個環身形設計嘅客飯廳，飯廳設有對流窗，整個客飯廳長度達到17尺。客廳方面亦有大面積嘅玻璃窗，採光度非常足夠。先睇睇飯廳嘅部分。飯廳嘅闊度達到12尺，設有對流窗，平時放張長餐台，5-6個人食飯都相當夠用。兩邊仲可以放啲儲物櫃，增加收納空間。跟住睇睇客廳部分，客廳嘅闊度接近9尺半，右手邊嘅牆身亦長達8尺半，可以放張大型梳化。左手邊就可以放電視櫃、飾物櫃等等。我哋睇睇客廳外邊嘅景觀啦。從單位客廳望出嚟，可以望到馬鞍山一帶嘅樓景，自己屋苑嘅翠綠園景，遠望仲可以望到城門河少少嘅河景添，景觀幾開揚。呢邊坐向西南嘅。跟住睇睇第一個房間，房間設計都好方正，長度達到7尺半，闊度亦都有8尺，有個大面積嘅窗台位置。可以利用嚟放床或者放一啲工作台。房間望出去景觀同客廳相同，都係以屋苑嘅翠綠園景、鄰近樓景同埋城門河景為主，坐向都係西南。跟住睇睇浴室部分，浴室都係以原裝嘅膠樓配備，設有大型鏡櫃，配備通風窗。旁邊保留返浴缸位置，簡潔企理。跟住睇睇第二間客房，第二間客房同第一間大小相若，有個更加闊嘅全窗台位置，可以利用嚟放床。望出去景觀，亦都係以屋苑樓景、自己屋苑嘅平台園景，以及少少城門河景為主，坐向都係西南。最後你睇埋主人套房，入門嘅左手邊就係主人浴室部分。主人浴室都係以原裝嘅配備，設有大型嘅鏡櫃，旁邊做咗個旗杆位置，簡潔實用。主人房嘅睡房部分亦都相當方正，長度達到9尺半，闊度亦都有8尺半。同樣有個全窗台嘅位置，去利用嚟放啲工作台。望出去景觀，亦都係以鄰近樓景、屋苑平台園景，以及少少城門河方向嘅海景為主，坐向都係西南。現時間嘅單位罕有放賣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就分影片下低撳翻頭像側邊嘅 WhatsApp 或電話仔，即時直接查詢啦。Thank you。